内政部今年1月查出全台湾有5位的村里长，也佫有中国籍的身份。其中，这花莲富里学田村的村长郑万华，伫这个月初1去福乡公所解职，是目前的头一个。这位村长呢，伊是正不满要提起诉愿。另外，伫咧湘北桃园，也佫其他4位中国配偶伫咧做里长。即马市政府等单位也正咧研究，看要安怎处理。 这在占动人先生的身躯边，郑万华情绪激动，强调建立台湾28年早就已经是台湾居民，所以会无放弃中国籍做条解职，强调台湾官方要求是免工人。因为你一旦开了，就表示你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了。谁会给你开这个东西啊？如果他今天我这个搞成了，就表示陆配以后都不能参政了。 郑万华位于中国四川来，1997年来台湾，17年前摕到台湾身份证。2022年第一摆参选学田村长个当选，在地乡亲对伊评价袂歹，做到特质也会感觉艰苦，伊也要提起诉愿。湘北桃园姚市的里长面临同款状况，爱个调查。台北市里长王炳祖表示，已经嫁到台湾30几年，民国89年摕到台湾身份证，今年2月佮亲身飞回中国，不过就是无法度办抛弃国籍。 文件，我们已经努力过了。我今年2月要去办，大陆不给办呐、你现在就是硬性的要叫我们去注销国籍，那我们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办不下来。有关里长国籍疑议案，现能由松山区公所查明中，但对于查询国籍有其困难。 会依个案情形研议处理方式。中会里长面临资格审查，其中2个是新北，包含土城延寿里里长田国兰，加中和区中南里长林秀晶。市府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程序，其中里长减负放弃国籍的文件上有一些认定疑义，已函请内政部厘清中。同款是中会新住民桃园区管理里长潘秀玲无奈表示，计划就先做好里民服务，等政府的决定。 我们当初来，我们是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我们也是正常的选举。我除了等待还是等待。目前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内政部表示，对无照规定办理的村里长，由乡镇市区公所依法解除公职，若不服依法提出诉愿。陆委会也指出，因为对国家中心机部甲避免机部冲突风险，尊重主管机关内政部对国际法的解释甲相关的处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